后来稍来关心天气的状况，北部这早起是来反湿冷，因为是有锋面来通过，中部以北甲东北部拢有落雨。今仔日台湾本岛平地上低温是早起的10点，出现伫新北市的石门16.3度。随着冷空气落南，这个温度会一路来落降。北部甲东北部阴暗日暝了后，低温剩16度。这波冷空气上界冷的时阵是拜三的深夜到拜四的透早。沿海空旷地区低温剩12度、13度，是入秋以来上强的冷空气。透早北台湾因为落雨，未少人驶车出门，和台北市的市区车有够多。要上班的人，大拢有穿外套，因为天气真正有变较冷啊。方面，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气象局针对基隆北海岸甲苗栗以北地区发布大雨的特报，同时温度嘛会降低。是在北台湾是明显下降的，那南部、东部呢稍微晚一些些，白天气温还会略微的回升。不过呢，到了晚间，一直到明天开始，可以看到气温跟今天相比也是明显的下降。下晡会较无雨，也毋过冷空气会发威。拜三暗时到拜四，将是这波冷空气上冷的时阵。中部以北、东北部气温干那14、15度，南部地区16到18度，伫海边的温度会搁较低。在沿海空旷还有近山区的平地，气温可能会比都会区还要再低1、2度左右。提醒大家要多加的留意这种日夜温差比较大的情形。气象局表示讲，这波入秋以来上强的冷空气有机会接近大陆冷气团的顶级。虽然讲水汽有较少，不过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嘛是有可能落雪。气温会一直维持到拜5，提醒乡亲一定要穿好袖。